做，我今日做慈善工作，我今日做美猴王，我今日扮自反熒光幕，我今日扮熒光幕，今日我扮禮儀哥啊！一年一次太平清醮啦，其實冇乜特別噶啦，每年都係咁做噶啦。不過希望開開心心啦，啲小朋友又扮得靚啲啦，俾觀眾啊多啲鼓勵我哋啦。其實冇乜特色嘅，每年都係節慶嘅嘢咧，我哋通常以古裝為主題啦。嗱，一把咧已經歌舞。咁啊，今年我諗咗點英歌舞咧，因為我啱啱從潮汕旅行翻嚟咧，睇英歌舞幾特別啦，所以整台英歌舞。呢台英歌舞一出場嗰下咧，有4個小朋友一拳頭打住英歌棍咧，就帶領啲打聲出場嘅。一台《西遊記》就係唐僧，唐僧咧就俾人俘虜咗女兒國啦。第3台咧就係孫悟空借線。孫悟空咧就去翻鐵扇公主借芭蕉扇去救火焰山。跟住咧就係長洲北社街坊會嘅活動啦。今年咧係會有3台飄色，仲有舞獅隊㗎。大家睇下咧，有啲小朋友咧係做得好靚嘅喎。流行喺廣東、潮汕同埋福建漳州一帶嘅傳統民間廣場舞蹈。孫悟空借線嘅呢一個，再加少少嘅。一版咧就係《西遊記之女兒》，大家對《西遊記》嘅故事咧耳熟能詳啦。